愛情中越難得到會越珍惜，係真定假呢？兩性之間有所謂吊高嚟賣或者曖昧嘅戀愛策略，到底又係咪有用啊？我哋香港嘅中文大學以往做過一個有關 playing hard to get 嘅愛情研究，想知道一個女仔喺約會嘅時候矜持啲、被動啲、高冷啲、飄忽不定，其實會唔會增加到自己喺愛情中嘅吸引力？咁教授們就先提出吸引力可以區分為兩個層面嘅。liking 真心中意你，同埋 wanting 動機上嘅渴望。首先我哋先講結果係 work 嘅，只要個男仔已經對自己產生心理承諾，足夠沉船，就算覺得你唔係咁 nice 或者有啲 bitchy， 好難先追到，都會令到佢更加想追求你，即係動機上嘅渴望會上升。不過留意一樣嘢，其實係會同時冇咁中意咗個女仔，嗰個 liking 嘅指數平均會低咗大約30%。一個人好難先追到，激發嘅其實係追求欲。簡單嚟講，因為中意同想要嘅呢種欲望喺大腦本身就係屬於唔同嘅神經路徑，所以如果嗰個男仔本身對你未夠沉船，你就想用魔法取勝 playing hard to get， 對方有更大嘅機會係會直接放棄你。而就算嗰個人好中意你，最後一齊啦，當初你嘅表現可能都會對後續嘅感情帶嚟一啲影響，甚至同時解釋咗點解有人追到手之後熱情就馬上冷卻。現今嘅兩性觀念就不斷改變啦，加上男性浪漫衰退嘅現象，2026年都到啦，吊高嚟賣呢個戀愛策略，你又覺得啱唔啱自己呢？值得你去細味一下。